最初是我写的，然后一直没有词。过了1年以后，没有灵感，就请我们的女主唱老瓦帮我填词这样。对，那好，没有这首歌是因为我跟他有一起上那个什么音乐开发课，白奈老师的课，在音乐营这样，在莲花村，然后白奈老师给我们一个作业，做一首歌这样。然后要先有曲，还要先有曲，才有词这样。然后神秘嘉宾，然后什么啊？对，然后我就想说给他，因为老爸台东大学毕业以后，他严格算起来算小我4届的学妹，根本遇不到。我毕业了，他刚好进来，然后他一个人从新竹。从读大学开始就一直留在台东，到现在几年了，7年8年，加大学时间，对，很久了。啊，他一个人来这样，然后就想说他应该有很多感触。我说这首曲子你来写词这样，他就问我，那我要写什么样的形式情歌？我说随便你，因为这个是你的歌这样，你可以。后来他还是没有方向，我大概跟他说就是你自己觉得是这首歌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你就这样子去做，就出来的歌名叫做《想要的感觉》。好的，我就为什么要笑你？因为哈啥？好，蛮想要的。好，我想。对，然后那个词，因为这个长期以来都是老外唱，我今天要挑战他，我想说换男生唱看看这样，结果我的手残废，只是很抱歉各位这样花钱进来，这样就害各位有点期待落空，真的很抱歉，下次我会补回来。我们明年的演唱会在红磡。原来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部落外环道有一个卡拉 OK 叫红磡，台东不是外环道有钱柜，我们的钱柜还是投币式的哦。哎呦，真是太屌了，我们的那个店名钱柜酱，真的有空可以去。然后不知道会不会成功啦，不过我一定要看歌词，可能唱法有一些不太雷同。那我就那个歌词不是改编。好，没关系，因为可以灭灯。凯哥，你跟我讲灭灯的时候怎么办就好了。开灯。如果有人赖你，我要帮你聊啊。好，然后因为我们1年没有上来台北，也有对舞台真的有一些陌生感，已经不知道要怎么跟观众互动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真的太久没有表演，1年说短不短，说长不长。想想看，1年没有摸吉他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然后爆音就来了，对，真的，因为吉他还是要练，肌力不够。才停1年而已，因为这1年都在摸书本，然后好，没关系。因为网络啊，墙壁太厚是不是？有了。换神送啊！不伤心有关系。我很抱歉，虽然很没有礼貌，但是我还是要礼貌性问你们，我可以拿手机唱歌哦。好，谢谢。因为我没有办法弹，所以我们就没有 solo 了，就只有和弦，请大家多担待一下，辛苦苏老，给苏老拍手一下。看他没有办法展现那个 solo。
一种感觉。我喜欢这样的天空，这样的感受，这样的节奏，这样的激动，这样的生活，这样的感动，其实还不够。会常常这样的想过，心中的梦要怎么去说，要怎么去做，要怎么进动，才能够拥有，才能被接受。后来竟发现，我学着如何去面对这世界，虽然并不完美。后来看见，却有种残留的美。要是我学会，这一切或许会改变。它只是需要的是一种我想要的感觉。这样的天空，这样的感受，这样的节奏，这样的激动，这样的生活，这样的感动，其实还不。你常常这样的生活，心中的梦，要怎么去说，要怎么去做，要怎么经过，才能够拥有，才能被接受。却有种残留的美。要是我学会，这一切或许会改变。那只是需要的是一种我想要的感觉。因为睁开眼就能够看见。其实是在寻找那样的天空，我们的天空。现在是凌晨3点钟。我喜欢这样的天空，这样的感受，这样的节奏，这样的激动，这样的生活，这样的感动，其实还不够。你常常这样的想过，心中的梦要怎么去说，要怎么去做，要怎么进动，才能够拥有，才能被接受。